要隐瞒自己身份？为什么一直瞒着我？别再逼我了，行不行？为什么瞒我到现在？你一直在背后查我，现在又组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穿我。来，你们看看。哎呦，怎么毁成这样了呀？这女的看不清啊。这照片呢，我拿到手的时候呢，本来是可以依稀的看见这个女孩的相貌的，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被人弄成这样了。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女孩是谁。哎呦，这实在是看不清了。少宇，你看看，你认识吗？海宝，刚才那故事就是讲我的是吧？我承认，那男的就是我，而且那张照片呢，也是我拍的。我还知道这个照片上的女人是谁。她叫尚文芳。那你能告诉我，这个女孩现在在哪儿吗？你能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张照片是不是你把它弄成这个样子？你只需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。是。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是谁了吗？我是尚文芳。依然，如果不是我们查清楚，你是打算瞒我们大家一辈子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知道我这8年来是怎么过的吗？就算我跟你说了，你能听得懂吗？好，就算你听不懂，那你为什么要把照片毁成这样？为什么要隐瞒自己身份？为什么一直瞒着我？别再逼我了，行不行？那我就问你，为什么瞒我们所有人？为什么瞒我到现在？你一直在背后查我，现在又组局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拆穿我，你觉得这样做你不过分吗？我过分？过分的人是你，你一直处心积虑的跟天乐接触，不就是为了他的钱吗？你不就是想把它当做一张长期饭票吗？谭少宇，你太无耻了！那少宇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弄得我们一头……你闭嘴，这事跟你没关系。林天乐，听清楚了吗？她不是依然，她是尚文芳，她不嫁给你了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这件事我问过你很多次，你就是不告诉我，你为什么不告诉？你现在回答我！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，她很物质，你不要娶她。我为什么不能娶？为什么不能娶？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娶？为什么一定娶她？你爱她吗？你爱她吗？你爱他吗？你爱依然吗？你到底爱他吗？我一直也挺奇怪的，你怎么喝了顿酒，突然就说要娶她呀？你不爱她，你为什么娶她？你不爱她，你为什么要娶她？我那天晚上喝多了，我回家，依然送我回家，我醒了，我在依然的床上。林天乐。你知道我这8年来是怎么过的吗？
过分的人是你，你一直处心积虑的跟天乐接触，不就是为了他的钱吗？他已经不爱你了，他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喂，我哲。哎，我说小公主啊，怎么今天听你的声音都蔫了？你平时不都是活蹦乱跳的吗？最近心情不太好，跳不起来了。你怎么样啊？这么久没给你打电话，今天特难受，你还打过来了。妮妮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肯定有事儿，说吧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什么事儿都写在自己的脸上。那如果算了，没什么。哎，我的小公主啊，你就别吞吞吐吐的啦，说吧。如果你喜欢的人跟别人那什么了，你该怎么办？我们为什么要搬出来，不住天乐那儿啊？我们要学会独立了，不能再给天乐添麻烦了。他不嫌我们麻烦。大人的话，小孩听着就是了。干嘛呢，依恋？东西都拿不住吗？我告诉你，不要惹我生气啊！等会儿我。心情不太好，也没地儿去，过来找你。我是不是很丢人呢？自己喜欢的人跟别人上了床，我居然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但你说林天乐居然是这种人哈，我真的是看错他了。我怎么想都没想到他是个这么随便的人。我告诉你，夏丹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他说话，再也不理他，我这个人就消失在我的生活里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别给我提他以后。你心里还是很难受，对吗？我难受什么呀？我一点都不难受。我告诉你，他不值得我难受，高兴得很。你这样说，是因为你心里有天乐，并且不愿意相信这一切。我觉得你应该去找依然谈一谈。我找依然谈？那我跟他说什么呀？他会告诉我吗？把你所有对他的疑惑都告诉他，他应该会向你坦诚的。会吗？
也许你说的有道理，有些话其实说开了更好。谢谢。依恋，我刚才不应该对你那么凶，我给你道歉。我们去找天乐吧，我想吃他做的鱼和面条。不能去。为什么？我说的话你听不进去是吗？我说了，我们要学会独立了，不能再去麻烦他了。你骗人，你就是骗人！他根本就不嫌我们麻烦，他很喜欢我的。我现在就要去找他，我不想跟你待在这里，他肯定现在也在找我。你给我回来！我讨厌你，你每天想什么做什么都不跟我说，只知道要我听话，只知道要我按你说的去做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依恋，我知道你已经很懂事、很听话了，但是你真的要理解我。在这个城市，我们俩能生活下去真的特别不容易。我们谁都没有办法依靠，只有我们两个人可以相依为命。等你长大了之后，我会跟你解释这一切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当务之急要学会独立，要开始我们新的生活，好吗？坐下来，乖啊。喂，依然，我想跟你谈一谈，方便吗？我们两个现在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吧？你放心吧，我跟天乐已经结束了。我觉得有些事儿还是要当面跟你谈一谈，希望你能答应。我现在不方便。你在哪儿？我去找你。这件事儿，我觉得关系到我们几个人，不光要对自己负责，也要对别人负责，对吗？好吧。你跟依然谈了吗？依然都搬走了。我吧，就属于那种自己是一混蛋，自己还不知道呢，以为自己什么事都能处理好，结果呢，没对人家依然负责任，还把人家这么多年的伤疤给揭出来，放在太阳底下晒，也不管人家疼不疼。你说我干这是什么事儿？就是我挺对不起依然，也对不起梅兰妮，也对不起我这么多年的哥们儿。你说我这不就一混蛋吗？这事也不能全怪你啊。事情都已经到这样了，你现在想这些也没用啊。当务之急是想想这些事儿怎么处理吧。我觉得梅兰妮和依然那边，你都可以先缓缓。主要你还是先找少宇把这事说清楚吧。少宇压根就不可能见我。所以啊，那你更得找他了。他那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要不找他，他一辈子都不理你。还有你跟依然的事儿，我觉得吧，那种事儿也不是一个巴掌就能拍得响的，也不能全怪你。这事儿肯定怪我。哥们儿，要不是我出那些馊主意，这事儿也不可能变成今天这样。唉，对不住啊。有些事儿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有必要当面跟你说。
首先我要承认我对天乐的感情，加上你之前的一些行为，我对你怀疑过，所以我查过你。我知道，像我这样一个浑身是泥的女人，就这样住进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家里，你怀疑我这很正常。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天乐会和你真的发生些什么。天乐都告诉你了？这一直是天乐的一块心病。我也是才知道这件事儿的。说实话，一开始真的挺难接受。这些话我说起来不太合适，可我还是想问问，你对这件事儿是怎么看的？我的看法会影响你的决定吗？会。如果你能让过去的事儿真的过去，并且能跟天乐开始新的幸福的生活，我祝福你们。过去的并没有过去，你不要纠结了。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跟天乐那一晚什么关系都没有发生过。那你为什么要骗天乐呢？欺骗天乐，我一直都心里很内疚。他对我跟依恋都那么好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在做一件非常不道德的事情。可能我说出来你不会相信的。我一直想找机会亲口告诉他事实真相，可是因为一些顾虑，我一直都没能说出口。你有什么顾虑呀？我能看得出来，天乐非常喜欢你，而且他只喜欢你一个人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有的时候，我挺羡慕你的，能拥有一个这么好的男人。现在一切还都不算晚呢。林先生，谭总现在很忙。林先生，谭总，我没拦住他。我有事儿找你说。我跟你没话说，你走。少宇，我跟你没话说。不走是吧？不走我叫保安。林先生，请您不要影响我们的工作。你工作，我在外面等你。依然，我一直觉得你和少宇是不是有……我是想报复他，可惜一直都没能成功。你为什么要报复他呀？少宇他没跟你们说吗？我们俩曾经是相爱过，那个时候我一心想跟他在一起，而且我也觉得我们俩对彼此都是真心的。可是就在我沉浸在甜蜜中的时候，他突然消失了。我到处找他，都找不到他人。后来才知道，他是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，所以才一直在躲着我。那个少宇不是这样的，你们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如果是误会的话，他早就来找我了。7年了，已经整整7年，我消失在他的生活中，他连问都没有问过。要不是我一直咽不下这口气，回到这里来找他，他可能会以为我一直消失在他的生活中了吧。不过，这可能是他所希望的。像我这样一个被他玩腻了的女人，
如果能消失在他的生活中，这该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。依然，我一直都觉着你身上背负着些什么，可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背负了这么多的爱和恨。这些都是谭少宇送给我的。那你打算现在怎么办呢？他之前还放出这么狠的话，依然，你就应该找他去质问。我今天之所以能答应你出来见你，主要是我心里一直对天乐很愧疚。我知道你跟天乐是因为我，才一直压抑着彼此的感情。我真的挺抱歉的。天乐他是一个很善良、有责任心的好男人，你应该去跟他说清楚。我不好意思开这个口，你就代我转告他吧，让他消除顾虑，你们好好开始自己的新生活。这事儿我说合适吗？合适啊，很合适，这是事实，事实谁说都合适。快去吧。那我这……快去找他吧，还愣着干嘛呀？去啊！嗯。谭总，怎么样？他走了吗？他还待在外面。告诉他我从后门走了，让他也赶紧走。好的。谭总，这么晚了，您还没回去？啊，李密啊，不想回去，不想回去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不用扶，没事。坐呀。您喝了那么多酒，要不我送您回去吧？没事没事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李密，我不是我一朋友，我一朋友最好的哥们儿，跟他最爱的女人发生关系了，你让我这朋友怎么办？那得看他有多爱这个女人了。他爱这个女人，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。我觉得，一个女人不会放弃一个爱自己如生命的男人，而选择和另外一个男人在一起的。应该是您的那位朋友，对他女朋友还不够好吧？不对不对，完全不对。
我这朋友很爱这个女人，很爱，他没任何错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更了解我这朋友。他心里有很多苦，很多很多苦，但却不能跟任何人说，就只能把这所有的苦全都压在这儿，就压在这儿，你知道吗？谭总，那这事儿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发生的，还是分开了之后？分开之后。哦，那这样说的话，就不算背叛了。毕竟那个女孩当时她已经是自由的了。再说了，您就没想过，也许是那个女孩为了刺激那个男孩，又或许他们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误会？我觉得这都很难说。你应该好好去劝劝您的那位朋友。没有误会，也不用劝。总之，背叛爱情的人，永远都不能背叛。这不叫背叛，这就是背叛。你走啊！我没事，你走啊！有没有人啊？您拨照的用户已关机。少宇，有些话，咱们是不是可以当面说清楚？如果当面说清楚了，我认，我以后可以再也不来烦你。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呢，都是多余的。可是我有件事没弄明白，我就想来问问。那天你打我那拳，是说你现在还爱着依然吗？是。对不起啊，我真不知道你跟依然是这一切吧，都来得太突然了，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。我更不知道你和依然之前有那么一段，也没想到你居然现在还爱着他。你既然是我朋友，为什么从来都不听我的劝告？什么劝告？我不止一次的警告过你，我说依然这个女人工于心计，爱慕虚荣。我说过。你为什么这么说的呢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她不就是这种女人吗？为了自己想要的一切，可以豁出去，什么都敢干，包括跟你上床。我敢保证，这一切不是偶然，是她精心设计的。那天你说依然的话说的那么重，你们俩之前
怎么了？话已经说到这份儿上了，有些事儿我不想再去隐瞒。是，我跟依然从前的确在一起过，但那是8年前的事儿了。那个时候我跟他领了证，正在筹办婚礼，连婚纱都试，但他突然就失踪了。突然，就那样，从我的生活里彻彻底底的失踪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跟我家里讹了一笔钱，逃婚了。所以我说他跟我在一起，就是为了钱，而跟你在一起，也同样是为了钱。你说他是为了钱？对，他是为了钱。他表面上装作不在乎物质，但心里边，他根本就在乎钱，很在乎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，我都不太敢相信我爱上了这样一个女人。但直到有一天有人拿着汇款凭证给我看的时候，我才相信，她就是这种女人。那这么多年来，你一直没有谈感情，也是因为她？我不知道，或许吧。反正这么多年，我心里装不下别的女孩。也许是受了情伤，也许是我心里边还有的。总之，在重逢之前，我在心底里设想过无数次和他再见面时候的情景。我在想，或许有可能他会给我一个解释，因为他欠我一个解释。可结果呢？结果他就那么出现了，出现在你身边，还要跟你结婚，还趁你酒醉就跟你上了床。这一切击碎了我内心最后一点希望，最后一点。她就是这样一个女人，我也就是为了这个女人心动了8年。那依然来接近我，也是因为我的钱。难道不是吗？你说呢，林天乐？你不想想啊，他为什么就跟依莲住到你家去了？为什么你奶奶那么喜欢他？为什么他趁着酒醉跟你上了床？还有，他为什么会让你一直回避着你爱的女人美兰妮，选择跟他结婚呢？你说，林天乐，你就是为了这样一个女人，攻于心计的女人，放弃了你自己真正爱的女人。你什么事都可以办得很好，你很聪明，但没有感情这件事，你差太多了。天乐，你和依然什么事都没发生，你们俩怎么什么都没有？什么？你们俩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。啊？依然亲口跟我说的，那天晚上你喝醉了，他只是把你扶到了他的床上，他在沙发上睡了一夜，你们俩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。我们俩什么都没发生。对。他骗我，一直骗我到现在。这件事吧，依然是有不对的地方，可也不能全怪他呀，都因为谭少宇。他们俩的事你知道吧？
今天之前我都没想到少宇是这样一个人。不是，他跟你说谭少宇怎么了？谭少宇当年爱上别人了，找人打发给依然一笔钱，让他离开这座城市，可耻吧？啊，你这钱能打发一切吗？真是。哎，我就不明白，他为什么到现在还在骗呢？你被他骗了，你知道吗？谭少宇不是那样的人。他没有理由骗我呀！他说了，他回来就是为了报复谭少宇。一个女人能有这么大的怨气，处心积虑，你想一想，这仇恨有多大？我刚跟谭少宇聊完，他跟我说了好多呢。当年是依然骗婚，在结婚之前呢，卷了一笔钱就跑了。少宇一直找他就没找着，后来直到拿到这转账凭据单，他才知道啊，他一直深信的爱情被一笔钱给骗了。不可能，依然没有骗我，我有直觉，他没骗我。我跟谭少宇这么多年哥们儿，他什么人品我还不知道吗？他不可能把脏水泼在一女人身上，更何况了，这女人她是一直深爱的人。哎不，那个，依然真的挺可怜的。你想想啊，她性格一直这么温顺，这么多年来，什么事儿都自己忍着，委屈自己受着。天底下真的没有女人性格是这样的，一定是生活中被事情打磨成这样的。你用不着替他解释啊，少宇多专一的一个人啊，爱他爱得这么深，他骗到现在。哎，你看看我，他也骗我了吧？骗我也骗到现在吧？我被他骗得万分痛苦，还一直纠结着呢。你还纠结什么呀？反正不管怎么说，就是依然的问题。怎么就是呢？哎，男人都那么自私武断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在爱情里面，永远受伤最多、牺牲最多、痴心最多的都是女人？哎，你凭什么说在感情的世界里痴情最多的是女人呢？啊，你们天天喊着平等平等，喊着我们男权男权的。哎，你们为什么就不能在感情的世界里先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了呢？哦，先把自己搁在一弱势群体的位置上。还在感情这个世界里面，没有性别的概念，只有人品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怎么觉得跟你说个事这么费劲呢？你拧什么拧啊？那我问你，依然要是拿了钱走了，他现在干嘛回来？这么简单想不明白吗？哎，那你凭什么就说谭少宇背叛了依然呢？哎，我问你了，谭少宇这么多年身边有女人吗？有吗？他怎么就是依然说的那种忘恩负义、喜新厌旧的人了？你呀，你才被依然骗了呢，一点立场、一点主见都没有。哎，林天乐，大晚上的我好心好意过来找你，我没立场是吧？行，你以后该干嘛干嘛啊，我吃饱撑着，什么事儿我都不管了。以后。不是你跟我急什么呀？喂，你到哪儿了？咱不约好看电影吗？我怎么还没看你人呢？电脑坏了？不是，那你能知道是哪儿的问题吗 ？CPU 啊？那行，你这样，你等着我啊，我40分钟到那儿，你呢来楼下接我。哎，好。喂，谁呀？天乐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好想你啊！依恋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一个旅馆里。天乐，我好想你啊！依然又不让我给你打电话，他出去买东西了。
我只是偷偷的打给你。你现在好不好啊？我很好，只是我很想你，天乐。我也想你。我想念你给我做的红烧鱼，给我做的面条，还想让你陪我骑高马。你个儿高，谁背我都没有你背我看得远。那我来看你好不好啊？好。那你告诉我你现在住的那个地方的具体地址。不知道，我找找看。好。找到了，这是一个旅馆的信封，我看看。好。真慢，你不着急吗？还这么慢？我这还不快？来看看我给你准备的这些装备怎么样？我去，这都从哪儿捡来的破烂儿啊？这什么破烂啊？这都是我的宝贝好吗？我从我们家电脑上卸下来的，这叫专业。别讲了，你先给我看看我这电脑到底什么毛病。哎呦，坏了，你怎么是一笔记本啊？怎么了？我还以为你是台式机呢，我这带的都是台式机的东西啊。那你能不能修啊？我也没修过笔记本啊。你不会修，你跟我凑什么热闹啊？不，你等会儿，你这样，我知道你着急，咱这样吧，我现在陪你去电脑城，我有一哥们在那儿开店，他肯定能给你修好。去那儿修呗，我给你出钱还不行吗？不用你出钱，你只会吹牛。我哪儿吹牛了？我真会修。哎，你等会儿我呀，我这来一趟挺不容易的，你也不说个谢谢啊？你这等会儿啊。天乐，天乐，才跟你分开了2天，我就超级无敌想你的。我也超级无敌想你呢。你这2天听话了吗？好好学习了吗？每天都不落，每天25个单词，还有我还背了2篇的课文，回头背给你听。真的？依恋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依恋，是不是你给天乐打的电话？我就跟他说，我想他了嘛。这事儿不怪依恋，是我一定要问你们住哪儿的，而且我有些话想要问你。改天吧，你先回去吧。依恋，回来，回去。快。逃避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，而且你不应该为你的行为负责任吗？依恋，你自己回去，拿着这个上去吃啊，乖。我这几天听到了很多的事情，让我挺难消化的。首先是你的身份，你骗了我；然后是那天我喝多了酒，你又骗了我。梅兰妮跟我说，你这一切是因为你有你的苦衷。你能告诉我你是什么苦衷吗？是什么样的苦衷让你不顾一切，不顾他人的感受，把我当一个傻子一样耍得团团转的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一直只是想报复谭少宇，在这过程中我伤害了你，我真的很抱歉。其实我心里一直很内疚，但是我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跟你开口。你接近我就是为了伤害谭少宇，
你看看现在的谭少宇，他一个人这么多年拒绝所有人对他的靠近，你觉得他还值得被伤害吗？我不明白你们到底是在想什么。而且少宇跟我说，当时是因为你先伤害了他。我伤害他，伤害你，我承认，我十分的愧疚。可是他谭少宇，他也好意思伪装成一个受害者的样子跟你说我伤害了他？他当年为了甩我所做的一切，现在反过来要怪在我的头上吗？你现在跑过来就是要替他伸张正义的是吗？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当成一个可以随便侮辱污蔑的人吗？你说，依然会不会骗我呀？因为天乐说了另外一个版本，他说依然骗婚，还拿走了一大笔钱。少宇为了这事儿还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。我觉得少宇不像在说谎。我觉得少宇也不是会说谎的这种人。那依然撒谎？我觉得他们俩肯定有误会。那是什么误会啊？哎呀，搞不清楚。我说了这么半天，你听明白了吧？反正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。我反正看现在的依然啊，哎呦，恨那谭少宇恨的，这一下把我弄懵了。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按理说，依然他不应该是这样的人。可是你说，依然他骗了你，我们应该很难再相信他说的话。仔细一想吧，他骗你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是谭少宇。所以追根溯源，这里边可能还真有什么隐情我们不知道的。你给我说糊涂了又，你就直接告诉我吧，怎么才能把这里面的事儿弄清楚了？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两个各执一词的人凑到一块儿，这样才能知道谁说的是真的。少宇，我那天跟你说的话是不是不够清楚，以至于今天你还要来？我有急事要找你。说。我想告诉你，你所担心的那件事儿没有了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梅兰妮去找过依然，依然告诉他，那天晚上喝醉酒，我跟他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这件事我也找依然求证过了，的确什么事都没发生过，都是他设计骗我们的。你今天特地来就是跟我说这事儿是吧？我想告诉你这事，说如果你有什么心结，你现在可以已经把它解了。这事儿跟我没关系，我不感兴趣。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找他好好谈一谈。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误会，因为依然给我讲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，你现在可以去找他。我不会去找他。你听了，我清清楚楚的告诉你，我跟依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起他。你提起他的话，我们连朋友都没得做。你听懂了？我的话说完了，请你离开，不要影响我工作。来，再喝一个。那个，你们俩是怎么好的呀？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俩同时报了一个法语班，被老师分在了同一个组，练习法语对话，就这么认识了。然后呢？谭少宇那个人吧，
不太爱说话。其实当时我特别不想跟他分在一个组，可是后来我才知道，其实他法语说的特别好，他不说，就是想让我多练习练习。我们在一起练习，他就听我说，他就听着。其实像他这种人吧，在学校里面挺受欢迎的，主动追求他的女孩特别多。那他对你一见钟情啊？应该是吧，反正我觉得他看我的眼神跟看别人都不一样。我也问过他，我说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呀？他就说，他觉得我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，有一种与世无争的气质。是不是那会儿的男孩子都会这么说呀？然后你们俩就走到一块儿了。情人节那天，他请我去看了一场法国电影。回家的路上，他牵了我的手。从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在一起了。那还挺好的呀，哎，挺浪漫的。大学的时候，我们俩有特别多的共同爱好。我们经常会一起去听音乐会，一起去看舞台剧。我总觉得跟他有说不完的话似的。其实他这个人吧，也挺细心，挺会照顾人的。有一次我们去郊区爬山，我把脚给扭了，他二话没说，背起我就往山下跑，这一走就是走了4个小时。等到了医院的时候，他也中暑了，我当时特别心疼。那他对你真的很好呀。后来他发起了高烧，我心里特别内疚。我知道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这样的苦，可是他愿意为了我遭这样的罪。后来他醒了，还让我不要告诉他妈妈，就说我们还一直在外面玩呢。其实我知道他是怕我心里难受，才故意不跟他妈妈说的。你们俩当时一定是特别相爱吧？后来毕了业，他就跟我求婚了。我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他了。你们俩都结婚了？是啊。我还记得领证的那一天，太阳特别好，他就站在阳光下，笑着对我说：“就嫁给我，放心吧。我会一辈子都对你好，一辈子都照顾你的。”可是没想到，很快一切都变了。你怎么就觉得他变了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他又爱上了其他的女人，然后把我给逼走了。然后你就改名换姓，把名字都改了。我当时觉得天都塌下来了，我的世界里面只剩黑白，没有彩色了。我当时就觉得尚文芳已经死了，我只有改了名字，才可以重新开始我的人生。你这故事说的，我怎么觉得前半段是我认识的谭少宇，后半段我怎么觉得不像是？你们才认识他多久啊？我都认识他那么长时间了，都没有看清楚他的本来面目，你们怎么可能就了解他了呢？而且你们真的不要被他的外表所欺骗了。你骗人就算了，用把我抹得这么黑吗？那个依然是这样的。哎，天乐，你快进来，这依然要走。哎，别走！你看，今天来都来了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为什么不能把这话说开了呢？邵雨嫣，今天这局吧，是我跟梅兰妮呢故意安排的。你们俩平时呢老躲着对方，谁都不肯说。你看今天能不能坐下来，有什么事放到台面上，咱把它说开了，行不行？
们两个说的是两个版本，少宇跟天乐说的一个版本，你告诉我又是另外一个版本，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不知道哪个是真的。你当年跟我在一起，不就是为了钱吗？分手的时候还拿了一笔分手费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呀？你这次又为什么回来？不也还是为了钱吗？我真想知道，你这么一个物质的女人，钱对你来说，到底多少算够？真的没想到，到了现在你还在颠倒是非。我当时想都没有想就嫁给了你，可你是怎么对我的？你一边骗着我的感情，一边找另外的女人。要不是有人告诉我事实真相，我会一直蒙在鼓里的。你知道我那段时间有多痛苦吗？你知道我这么多年来是怎么过的吗？你了解过吗？你忏悔过吗？我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，到了今天，你连一点承认错误的诚意都没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可谈的了。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哎，别！哎，你先冷静！你看啊，你们俩啊，说了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。你说他欺骗了你，他说你欺骗了他。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，真的。哎，咱们呀，冷静，把这事儿呢好好的分析，看看问题究竟出在了哪儿，好不好？对呀。那个依然，你刚才说有个人告诉你说，那个谭少宇跟别的女人在一起了，你能告诉我们说这人谁呀？啊？这个人我不认识，我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但是我见过他，他就是他们公司的。你别再编故事了，我们公司就没这人，你最好承认是你卷了钱，一走了之。混蛋谭少宇，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依然，我去。依然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说呀。我们就不能心平气和的把事情解决了吗？你也看到了，不是我不想聊，他就一口认定是我骗了他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也许你们之间是真的有误会啊。我不想再纠缠这个问题了，到此结束。难道你就没有想过重新回到以前？我不再抱有这个幻想了。那你忍受这么多再回来又是为什么呀？我以为我能看到他，哪怕一丝丝的忏悔。可惜我太天真了。你还爱少宇，对吗？早就不爱了。少宇，你能不能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啊？啊，我觉得依然肯定有什么隐情，咱应该听他把话说完。他有什么隐情啊？他在编故事，我一句都听不下去。可问题是，现在你们俩说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啊，是吧？都没证据吧？你说他撒谎，他说你撒谎，那我们应该相信谁的呢？我觉着啊，我们应该先从他说的那个人开始下手。林天乐，我们公司就没这人，你听懂了吗？没有这个人。你别急呀，你看你老急。哎，咱假使说咱信依然一回，如果这人他是你们公司的，你觉得这么一个人出来干这么个事儿，他会出于什么目的呢？这是你假设的，我不知道。你告诉我他为什么，出于什么目的，行吗？他会不会受什么人的指使呢？我们公司所有的人都听我的，我不发话，没有人敢干这事儿。哎，我做个大胆的假设啊，你觉得这事儿，你觉得有没有跟你妈有关系？不是，这事儿跟我妈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妈为什么要破坏我的感情？就是那依然走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问过你妈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问了，我妈就告诉我，她是为了钱跟你在一起，然后拿了钱又走了，就这么简单啊。那我觉着啊，现在就得把那个人找出来，把那人找出来，咱就能问出一答案来。那你觉得你们公司谁有可能会出来干这事儿？我们公司有胆干这事儿的，
一定是我妈身边的亲信，否则没有人有这胆儿。那你妈身边有几个值得信赖的亲信啊？能不能把他们资料或者照片什么的拿出来，让依然指证一下？